歡迎收聽客家觀點。我係阿年妹，今日也是我要用客家觀點講一隻當有爭議嘅制度題目。題目係監察院到底應該留下來，還係應該廢除？結論先講，我支持廢除一下這種監察院，不過我反對無配套無監督設計就直接攞監察權得提起。簡單講，監察院也快招牌做得廢，人民需要嘅監督唔得廢，民主社會唔做得單槍門有無機關，係咪門一個機關有正經解決問題冇？監察院唔係小題目，因為佢連到憲政設計、權力制衡、人權保障同人民澄清，也係做乜嘅愛，唔想用一句話就將佢罵完。我要講清楚，今年單想要做乜嘅，也係問題喺哪位，為了應該用嘅個。先講背景，監察院的中華民國憲法多項係五權分立之一，佢嘅主要職權包括調查、糾正、彈劾、救濟、巡查、審計，以及人民澄清等公告。老美美老國家人權委員會並對監察院度，就制度原意，監察院應該係對人民困政府有無亂來。行政機關設置，佢做的調查，政策執行逢強就辦，佢做的提出糾正。公務人員違法設置，佢做的提出彈劾。政府決算同預算執行，佢也透過審計內統做監督。如果搶坤字面，一條功能就當重要。問題係制度唔好搶坤字面，制度要看人民有感覺到公平冇，有感覺到效率冇，有感覺到負責冇。根本你當多人支持非監察院，唔係因為大家好反對監督，恰恰相反，係因為大家知道監察院冇監督到人民最在意嘅地方。人民看到的係人命政治化，人民看到的係調查時間長，人民看到的係糾正案當多，但正經改變有限。人民看到的係有條大案吵當久，保密責任還係模模糊糊，也就係監察院清太嘅危機。唔係冇權力，而係權力的正當性唔叫本人相信。客家人看制度一路嚟當實際，唔係看牌子太唔太，係看事情有冇做到。唔係看官位高唔高，係看人民研決有哪好講嘅地方冇。唔係看報告好唔好，係看問題有冇真正改善。所以從客家觀點來看，監察院純廢除一個標準，就係手術上有冇本人談到一隻好嘅監督制度。應該不讓四個人有路做得行，偏向居民讀到公部門太慢，應該有人幫他談。學總面對土地、交通、水資源、文化預算分配唔公，應該有人查到底。學生嘅義工、身體殘障嘅人、原住民族新住民，係讀到制度壓迫，也應該有人企出來。讓監察院做得到，我就會保護下功能。假使監察院做唔到，我就會攞功能辦起較有效嘅位數。聽一隻標準，係語言文化權利有看到冇？台灣已經有國家語言發展法，客話、台灣話、原住民族語言、馬祖話、台灣屬語都係國家語言。但法律承認之後，政府有正經落實冇？公部門服務有冇導入能力？學校教育有冇足夠資源？從這治療司法採訪自信，有冇分不同語言嘅人談得說？也條都會監督。那係監察院純粹，唔過還得將語言偏見當作核心監督題目，這就係實質。假使廢除監察院，也唔做得了語言權利監督強下飛條。第三個標準係地方發展有冇分公平對待。台灣長久以來有特別中心主義，當到政策的中央辦公室，看到係合理，
多位地方就变做另一回事。各种嘅共享运输、医疗两年、抢年做投入、文化保存，都会长期监督。如果监察制度将会看中央太安，唔看地方小通，佢就令人民体验体系嘅标准，係下一代會唔會因此過到很卡好？制度改革唔係為到讓太人操養，此改革係為到讓新人嘅體力以後，唔是在元素供應嘅官僚問題。如果監察院留下來，下一代還係看唔是佢哋嘅做乜嘅，那就冇說服力。而監察院廢鐵，下一代點都少一條申訴管道，應用也唔係進步。聽嘅標準係共享責任有冇清楚。民主唔係單槍投票，民主也唔係選完就算嘅。民主係公權力，當然都會分問責。監察院能唔能分權力分人問責，就是睇純粹理由。唔過廢院派咩回答？廢鐵以後，問題就變得內位。有人講，將彈劾同調查交俾立法院，也就方向做的討論，但唔能天真。立法院本身就係政黨競爭最激烈的位所，係冇詳細設計，調查權有可能變做政治攻防。所以要使到立法院，就會有行政制度調查詳細，少數權保障和利益分配，也要本地方弱勢少數族群議題，唔會本太當嘅議場壓過去。有人講，將人權工作脫離出去，一定係支持。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較獨立，冇應該單槍掛在監察院下面。人權機關要有明確發言，獨立預算，專業人士和公開報告。人權唔係裝飾品，人權係國家權力嘅調查。有人講，將審計功能留下來，一點也要慎重。審計係看預算有冇照規矩化，預算係人民嘅錢，唔係政黨嘅武器。故所審計唔能因為非監察院就變弱。審計部做的改成較獨立嘅審計機關，直接對國會同人民負責。有人講，將人民陳情交俾行政機關自家處理，呢個我反對。向人民系統批申訴嘅機關申訴，接上就將向受害者轉到原來嘅門口排隊，一定要有外部申訴窗口，一個窗口要簡單、透明可追蹤，而且要照顧思維落差嘅人。對於嗰種老人家來講，唔做得像純純名錄表單，要有天花臨開地方服務點，要有行業服務，也就是客家觀點。制度唔係畫在台北嘅圖，制度係人真正用得到嘅路。故所我主張頭一擺，先停止將監察院純粹變做政黨後水。第二步，提出完整憲政改革方案。第三步，將監察功能拆開來看，調查權要唔會使到立法院做得，唔過要有詳細保護。彈劾權要唔會改變司法被國會制度審價做得，唔過要避免政治報復。糾正案要唔會轉成行政問責機制做得，唔過要有追蹤同期限。審計權要唔會獨立化，應該要人權工作要唔會獨立化，較要人民陳情要唔會保留，一定要而且要較好用。我反對嘅係空有院派、功能分散、責任化嘅監察院。我支持嘅係清楚、專業、對外公開、能對質嘅監督制度。那改革將係穩名好，人民冇感覺。係講改革單槍係看機關，人民咪唔會較有保障。真正嘅改革係讓權力重新排好，將擔頭重新寫清楚。從客家社會經驗來看，最惱人的唔係冇道理可講，最惱人的係唔講了道理，三無人會負責。故所監察院純粹嘅核心，其實唔係五權，也係三權。
核心係台灣愛唔有一個尊敬友好嘅民主國家，我嘅答案係愛。唔過有個民主國家，冇聽錯還愛一下一種監察院。按做的非體 Q 監察院，但聽錯嘅建立新監督體內，一套新體內愛本人面前的道門，愛本地方看得到資源，愛本少數族群談得到自家嘅語言。愛本政府做唔錯事情的世界，有人查，有人聽，有人負責。結論再講一遍，我支持非體一下一種監察院，唔過我要求把調查審計人權澄清勞民的功能，一件加好，制度也保護制度本身，唔保護人民嘅制度就會改革。客家人唔驚做事，只驚冇人負責。也是客家觀點就講到野味，歡迎大家訂閱客家觀點 Podcast， 也歡迎分享本卡都關心台灣民主、語言、平權、和地方正義嘅朋友。